双手拥抱我，永不放开我，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Come on， 双手拥抱我，永不放开我，我要与你在永恒里同行。你在我身旁，一切都不一样，一切都不再一样。我知就是你过，生命改变。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与你同在，我身旁，一切都不一样，一切都不再一样。我知就是你过，生命改变。我要与你同行，我要与你同行。转向你，真的听见这呼喊，这是我们的赞美。Cause all about you， 你的美好应许，献上所有赞美你。Cause all about you， 无人能阻挡我跟随到永远。震动，这是星星声音。万国要转向你，全地听见这呼喊，这是我们的赞美。Cause all about you， 你的美好应许，献上所有赞美你。Cause all about you。无人能阻挡我跟随到永远，高唱唱到达，寻常常破碎，愿你听见这声音，充满信心的呼喊。Cause what about you？ Cause what about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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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美好应许，献上所有赞美你。Cause all about you， 无人能阻挡我跟随到永远。Cause all about you， Cause all about you， Cause all about you， Cause all about you。平安礼拜即将开始，提醒大家尽量往前坐，然后手机可以关静音或调成飞行模式。好，那我们一起用预备心来等候，谢谢。想全都倒下来，当
我们的同工我们都就位哈，我们都就位，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如果你现在呢，在你的心里面觉得好像还有一些旁骛，然后呢静不下来，我们先来邀请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哈利路亚。每一个人找到你的位置，然后安静我们的心，哈利路亚。我们的引导座位同工来快速的引导他们，哈利路亚。请将我们的手举起，我们的手举起，哈利路亚。我是卑微的，我空空的来，但是我要满满的来领受。我们一起说，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邀请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我渴慕你。圣灵，你赐力量给我。圣灵，你赐力量给我。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用30秒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方言，我们可以来祷告。哈利路亚，谢啦啦啦啦，哈利路亚，谢啦个萨拉个，哈利路亚，谢啦个萨拉个。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拉巴，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是这个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是这个撒拉。哦，来啦巴个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是这个撒拉。哈利路亚，是的，哈利路亚，是，哈利路亚，是的。我们一起用主祷文，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你来找你旁边3个人，你跟他说，带着信心，凡事都要成就。带着信心，凡事都要成就。阿们。好嘞，再告诉旁边人，跟他说，神就是我们的力量。神就是我们的力量。是在今天软弱的必得刚强。阿们。疾病的必得痊愈。阿们吗？是的，神是我们充满力量。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到永远。各位信心来宣告。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充满信心，大声唱出来。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神就是我的力量，我的部分到永远。
真是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神真是我的力量，我的福分到永远，到永远。永远，我们将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神，哈利路亚！因为他是我们的力量，阿门，阿门。你告诉旁边跟他说，神赐给我力量，神赐给我力量。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在今天我们要有一个好消息给大家知道，我们要来学一首新的歌曲，大家说阿门吗？阿门。这首歌我们要学习像大卫王一样在跳舞，在诗篇当中，大卫王不计旁人的眼光，就是要单单敬拜赞美神。我们要学习大卫王来跳舞，阿门吗？阿门。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因着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翅膀下，因着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赞美他。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座前。主的国度，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让我欢喜跳舞。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告诉旁边跟他说，我要向大卫王来跳舞。阿门。邪恶来歌唱。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翅膀下，因着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赞美他。在主荣耀的同在中，同在中，在主全能的翅膀下，翅膀下，因着主大能的作为，我欢喜赞美他，赞美他。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座前。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让我欢喜跳舞。先跳舞。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宣告主的国度权柄，此时就在这地。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座前。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
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在主荣耀这次来宣告主的国度，主的国度，主的权柄在赞美中已降临，一切仇敌屈膝跪拜，让我欢喜跳舞。一起来拍手。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 Come on， 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最后一次来宣告。到永远。像大卫王一样来跳舞，全心全意喜乐来敬拜主，凡有气息都要来赞美主，到永远，到永远，到永远。海瑞，我们将掌声归给神，海瑞啊！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我看见你像大卫王这样的喜乐。”是的，感谢神，海瑞啊！感谢神，我们是个充满舞蹈的教会。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你真的是神国唱跳歌手。”阿门，阿门。是这一切，我们有这样的一切敬拜，一切都是上帝的恩惠与祝福。阿门。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当我们转换我们的眼光，就可以看见一切都有神的恩典、恩惠在当中。阿门。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再来数算我们人生当中的所有的恩典。我生命曾经享受一切所有，我人生经历过的每个时光，我一生所走过的每个脚步，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太阳早晨升起，黄昏又落下，春天花的清香，秋天的果实，春夏秋冬变化的每个瞬间，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在这块土地出生长大的我，从我年幼的时候直到如今，我呼吸的生命，怀抱的梦想，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我能够成为神宝贵的儿女，来到主宝座前敬拜赞美他。我能传扬耶稣福音的祝福，举起手来赞美神。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
教会充满了主的恩惠，所以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年轻人跟儿童在我们当中聚会，阿们吗？现在我们的青少年牧区在下个礼拜4到礼拜6呢，是我们1年1度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我们的青少年领袖营撼动星球。邀请大家跟我说一次撼动星球，撼动星球。我们这次撼动星球总共有9个教会来参加，总共130位的学员在这当中要来一起来聚集，要来敬拜神。我们相信透过这个营会，神要改变年轻人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阿们吗？是当他们不是只有在滑手机而已，当他们能看见神在他们心中，神呼召他们每一个人成为领袖，成为众人的榜样。因此他们今天是领袖，明天就要成为撼动星球的人，阿们。所以我们要现在来找到我们的伙伴，我们一起来 RPG， 就为了下礼拜4到礼拜6 130个人的撼动星球。好，我们现在开始找到伙伴，我们开始了 RPG， 为了撼动星球来祷告。哈利路亚，谢了爸爸爸爸，谢了给你，谢了谢了。30秒的祷告的时间，还有30秒，还有30秒的祷告的时间。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大声来赞美神，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我想要带大家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这首歌一直唱的恩惠恩惠，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回想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放下多少的恩典祝福，阿们吗？有多少的事情是神安排贵人在我们身旁出现了，因此将我们带回正路，阿们。神一直在我们生命当中引导着我们，有时候我们有发现，有记得感谢，有时候我们不一定有发现，可能忘了感谢神。但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我想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等一下喊3声主啊，
很大声、很迫切的喊3声主啊，然后就将我们的感谢用你祷告的方式，热情的献上这样感谢给神，阿们吗？我的数到3，我们就开始，1、2、3，主啊，主啊，主啊，献上我们最大的感谢，天父主，我们将一切恩典，这一切恩典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把这一切丰丰我们非常感谢你，献上一切赞美归给你，一切荣耀归你，一切全部归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大大小小的恩典，感谢天父一路带领着我们，带领我们走过这样死荫的幽谷，带领我们走过一切的困难，你医治我们，你赐给我们力量，你安排身边的小组长同工们带领我们，孩子们，谢谢你。一切都是恩惠，恩惠，恩惠，无限的恩惠，生命中所有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一切都是恩惠，主的恩惠。我们将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神，感谢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切恩典与神迹，阿们，阿们，阿们。我们坐下之前，告诉旁边跟他说：“我心充满了感恩。”我心充满了感恩。再告诉他，因为我的生命每天充满奇迹。因为我的生命每天充满奇迹。弟兄姐妹，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经文记载在旧约以赛亚书第6章第6节到第8节，我们一起齐声来读，请。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经文读到这里，愿神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接下来我们要请潘牧师来证道，牧师的题目是：主啊，我在这里。感谢主。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先来看一下我们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访韩团队去的我们所制作的影片。好，预备好了吗 ？OK， 好，那我们灯光就要稍微前面关一下，我们一起来欣赏。求主更新我，恢复主的心意。这是坟墓，赵雍基牧师的坟墓。我们在那坟墓祷告，这是祷告洞。求主接近我，周牧师带大家祷告。再次更新我，复兴我的这是喝咖啡时间。亚伦传道请我们喝一杯160块的咖啡。禁食以后，哇，发结业证书，台湾代表是周亚伦传道。这是半宵祷告，我们从山上到山下全福音教会，这是全福音教会了。这是半宵，礼拜5晚上。好，完成禁食祷告7餐，好不容易。好，这样结束了吗？好像还有很多哎。好一个非常美好的领受。到现在我如同自身在韩国一样，
因为整个祷告的圣灵的这种的回响，敬拜的回响，如同在天堂。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工呢，团队同工，每一个人都有很棒的领受，所以呢，我们用轮流的。好，那我们这一场呢，我们要邀请我们的慧珍，还有佑任，还有他的妹妹婷玉，以及我们的庭安，他们要来见证。好，请来到上面来。哈利路亚，感谢主。好。那我们有全家一起去的哈，是所以佑任呢，妹妹还有正平，他妈妈呢就把那个大把的钞票花下去，2个小孩带去哈，一起经历那个整个的回响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哈，母子母女一起。那我们慧珍老师呢，她刚从澳洲回来，第3天又要到韩国，所以呢，他也是充满了渴望哈。好，那首先呢，我们请我们的慧珍，好，我们热烈掌声。正平，你也来到上面好不好？你陪伴你的2个小孩，好来，我们有麦克风来 ，OK， 好，哈利路亚，阿门。感谢主，真的能够去韩国是恩典。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声音可以大一点。好。那我在第一次去韩国，真的人生有好多的第一次都献给韩国，献给这一次，那有满满的领受。其中真的是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李永勋牧师他说的4个绝对，绝对肯定的思想，绝对肯定的信心，绝对肯定的祷告，还有绝对肯定的感谢。那它里面觉得好多实例，那也贯穿了我们整个营会的中心思想，就是感谢跟复兴。那感谢生命因为感谢而富足。我们的帖撒罗尼迦5章16到18节也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永勋牧师他要我们翻转我们的眼光，我们的感谢不是只有顺境才感谢，我们生命中一切都可以感谢，包含我们活着可以呼吸，我们真的都要感谢神。对，就像我们在地球上不断的转动，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感受到地球在转动，那个快速的转动，我们是可以安然的居住在这个神所创造的地球，真的是充满了感恩。那牧师也说到，感谢像一座花园，每一句感谢都是种下一朵鲜花，而那抱怨呢，像什么呢？就像垃圾，那堆积多了就会成了臭气冲天的垃圾场。所以我们是要用赞美进入神的院，而不是用抱怨，因为神要找谁同工呢？找感谢的人同工，不是找抱怨的人。所以牧师讲的真的是让我们有很深的领受，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忘记感谢，虽然我们常常每天都说感谢主，然后每天睡前我们都会思想神的恩典，但是有时候那些小小的我们习以为常的，常常是忽略了。所以这边我们再次我重新真的是被神调整自己，那也跟神忏悔，就是让我的口要说感谢的话，绝对正向的话，那绝对的就是没有一丝的怀疑，包含信心也是。那信心不是说我们永远都不软弱，而是当我们的生命被苦难摇动的时候，仍然相信我们有一位神，他是永不动摇的，他永远会与我们同在。所以真的是感谢神。那有一个牧师也见证，说这次巴威台风威力很强，那他们全教会一起祷告，凭信心要台风轻轻掠过台湾，然后还可以放台风假所以真的是后来台风真的是这样了所以我也是受到很大的震撼，因为我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要放台风假，我都所以还可以凭信心这样讲，真的是大开眼界。那当然最感动的就是在祷告山，我第一次跟3000人一起禁食，一起祷告，那他们那样的火热，不管是白天或是晚上，特别是晚上半夜的时候，或者是清晨，那坟山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那他们的祷告不是要像我们这样子，我这次真的是被神敞开了，释放了，在那边非常大声的祷告，他们的祷告是哈利路亚，主啊，哇，真的好像用生命在呐喊，这样全人献给上帝，那种火热就很激励我，然后就看到他们这么渴慕神。那我们呢？我觉得我们这次去韩国真的去对了，因为想说我们为什么不要在台湾祷告就好了？为什么要去祷告山？
我一直这个怀疑，为什么祷告山他的神比较灵吗？其实不是，是那种沉浸式的。然后你看到那个弟兄姐妹这么爱神，虽然我们也很爱神啊，大家都很爱神，但是他们那样子的爱真的是很眺望我，让我很感动。然后我们一大早就去排队拿钥匙，第一天没有排到，第二天我们就更早去排队，就拿到那个祷告洞的钥匙，然后每个人就进去祷告，要设定10分钟，因为后面还有很多弟兄姐妹要祷告。但是一进去之后，我就不知不觉就一直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不管是赞美啊、倾诉啊，各方面。然后我就不知不觉时间就流逝，然后一看，天哪，我已经超时了，我已经过了35分钟，然后就听到后面有人在讲话。然后我才醒来，然后就赶快出来给下一个弟兄姐妹祷告。所以在那边感谢主保守，我完全没有感到饥饿。我想说我饿7餐，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我从来没有饿过那么久。但是这一次真的神保守。那当我们定睛在神，我们就是在敬拜、在赞美，然后中间休息，就是去祷告山。当然有几次后面2天，第2天的时候，姐妹说有点软趴趴了，所以我们就找时间回去休息一下，休息半小时再回来。但是那个灵里是非常火热的，虽然我们的肉体有点软弱，但是当我们定睛在神，真的神保守我们。那我看到大家对那圣灵那种极度的渴望跟祷告的火热，所以我的心整个被点燃。原来这个就是复兴的源头，只要复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谢主。那后来我去纯福音教会也是深深的感动。我们礼拜5的敬拜跟礼拜天的主日，我看到他们多少万，大概坐满是25000的会众，非常有秩序，没有吵闹的声音，就是一进去就是安静。然后他们的敬拜，不管是现代的活泼的诗歌，或者是圣歌队，哇，那个真的非常的庄严，然后好像在国家音乐厅那样子的，那种好像在天堂的敬拜。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开眼界，就整个是非常有秩序、安静肃穆的。那当赞美、敬拜、赞美的声音响起，整个诗歌充满了整个会堂，还有管弦乐声、赞美声震动全场，那个就是充满圣灵4度空间的荣耀。我看到的神的荣耀，然后看着台上那个绝对复兴那几个大字，绝对感谢与复兴，然后看到万人合一的敬拜，我觉得我好像就在天堂一样了，就内心感受到无比的平静跟属灵的震撼。当然圣灵也深深的触摸了我，就我们在那里真的很容易，我们就感受到圣灵，然后就会不知不觉流眼泪。感谢主。那这次访韩真的是我灵性的里程碑，我深刻觉悟到我们人的软弱跟有限，而且我也真的体会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此行我列了很多祷告清单，我为国家、教会、小组每个人，还有我卫星的家人，生病的小组的姐妹，还有信志长老，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自己，我的疾病要得医治，以及我未来人生服事的方向，我向神祷告。那神很奇妙，透过牧师的口应许我会得医治。感谢主，感谢赞美主。那真的是我深深向谁谦卑降服。回来之后我立志，我要更迫切的读经祷告，让圣灵的火不止在我心中持续燃烧，我希望也可以影响我身边的家人，我的小组。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真的是燃起这个圣灵的火，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手中的工人。感谢主，阿们。感谢主，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请这全家来。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永光青少年瓦尔牧区的右任。那这一次很开心能够分享这一次去访韩的经历。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绝对感谢与复兴。等一下我说感谢的时候，你们大家要一起说阿们哦。好，首先感谢妈妈帮我承担这一次访韩的费用，让我有无后顾之忧，能够领受神的恩典。然后也感谢这一次有很多青少年陪伴，让我在进食很饿的时候祷告领受都不只是一个人。
然后最后我要感谢神，这个我原本很害怕这个公共澡堂这个图像有被挡到，但是我们竟然是6个人的6人房，让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卫浴，我们一起感谢神好吗？好，另外一个主题是复兴。那这一次我在祷告山的祷告洞里面，我也加强祷告我们复兴的部分，因为我想要看到我们教会这2间教会都有非常大的复兴。我要为了我自己的自己在忙碌当中的课业，还有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祷告。我也要为了我没有信主的亲友祷告，我也要为了永光教会和柔美教会的青少年来祷告，因为我要让永光教会的蛙儿成为世界的光，我也要让柔美青少年活出主里的美。OK， 那这一次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新的学习，没关系，有音乐。好，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有一个圣经人物一直不断被提到。OK， 感谢神。好，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有一个圣经人物一直不断被提到，就是但以理。但以理书第2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但以理因着神所赐给他的智慧，在巴比伦成为一个重要的管理者。他是刘群茂牧师口中所说的那个在职场里面的见证，我也希望可以成为这样的见证。但到第6章的时候，因为受到他人的陷害，但以理被丢进了狮子坑里面，但他有害怕吗？没有，他一样照3次的祷告，让我去思考，为什么他能够受到这样的危险，还可以这样信靠神呢？为什么他可以这么有智慧，可以管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又可以经历神迹呢？答案是因为他是一个1日祷告3次的人。跟旁边人说，我要成为一个1日祷告3次的人。1日祷告3次。所以这一次访谈，我希望我可以带回去的是，不只是一个很感动的聚会，而是一个可以也不是只是一次禁食祷告的机会，而是一个问题是我能不能在一个每次忙碌的课业当中，很奇妙的，我也是读管理科系的人，然后我这一次就把它当做我管理的属灵前辈。但以理就是我的管理属灵前辈，我能不能在我的有限的时间内，学会去多祷告，去留下时间去祷告，更亲近上帝。最后我要来分享我自己的印象领受，就这张 ，OK， 就是这张印象领受，就是我在这几天当中一直不断刺激我。除了我们有很多的方言领受，还有很多灵歌式的方言，但是我也领受到很多很多来自属灵的意象。我看见我小时候，一起跟林庭宇一起来到教会的场景，我们一起从那个4楼那个楼梯间爬上来，然后我们一起走进去主堂的那个场景，然后我们可以就打卡，然后我们一起在儿童主日学的那段时光，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因为这段时间就是我起初爱神的心。那也让我看见的第一课，就是我第一次到教会的那一刻。那一次妈妈就牵着我，然后我们第一次从板桥教会那边离开，然后妈妈问我说，我们这一次啊是来给陈阿姨做面子的，她传福音给我们，那我们就来这一次。对，但是佑任，你下一次还要再去吗？然后我跟我妈妈说，我下一次还要再去。那一刻，我终于明白这一句话不是出于我自己很想要去教会，而是上帝在做工，而是圣灵在运行，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感谢从7岁以来看着我长大的永光弟兄姐妹们，也感谢每一个礼拜不厌其烦用机车载我们去教会的妈妈，然后也感谢坐在机车前面的林庭宇。好，感谢耶稣让我遇见了你，感谢。那我们欢迎林庭宇。好，我们欢迎林庭宇，好来。好，再一次掌声给林庭宇，掌声。在准备考高中美术班的时候，我去了一间非常严格的画室，老师以嘲讽教学方式激励大家挫败信心的指导，常常让我回家都在哭。就是原本我以为可能我可以撑到会考，上帝的恩典就会进入，然后让我上一间理想的学校。其实就像我常常听的一些补习班的一些考生的见证，就是原本我考很差，模拟考分数只有很低，可能0分而已吧。然后结果去了一间补习班之后，我在那间补习班成为了一个黑马，但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只是去了一间我自己都不想去的高中，我去那边至少要1个小时，然后我就很失望。我当时就觉得说，好，是不是信主没有用？我是不适合去教会，我就打倒。那阵子到教会就只是因为那天我服侍，那天只是，然后在讲道的时候就根本没什么在听，因为我觉得神没有给我任何的恩典，神是不是忘记我了？自己就一直带着这个想法，所谓这可能是神的计划吧，来安慰自己，让我自己继续有办法来教会。我就一直带着这个想法到了祷告山，在禁食祷告的时候，有个牧师讲到，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别人对我们的失望，甚至是对神的，统统带到他的面前。当下我其实没什么感觉，我就跟平常一样唱诗赞美神，和扮演祷告。突然间，我突然想到曾经我说过，我不适合去教会，信主没有用，神忘记我了，我就只是在教会当一个透明人而已，就大家都看不到我这样。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像珍珠一样掉下来。那种感觉似乎需要让我停下我现在的方言祷告，我才能不会哭，因为刚才真的是哭到手有点抖。然后时间很快到了要去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时候，在我祷告时，我深深的向神悔改。我跟神说：“对不起，我不应该不相信你，我不应该觉得去教会没用，我不应该觉得我是一个没用的人之类的，这些对神的负面想法。”就在此时，我心中突然出现一个画面：耶稣用他的双手紧紧、温柔的拥抱我，跟我轻轻的摸了我的头，跟我说：“没事，我一直都在。”哇，我的眼泪又再次流了下来。就像在祷告山一样，我一边用手擦眼泪，一边心想：感谢主。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感谢主。一个小孩，好，在妈妈的带领当中，他慢慢的也认识神。虽然他刚刚分享的，他觉得他是不是不配领受这个恩典，但是我们看到。在婷宇的身上有没有许多的恩典陪伴他长大？这个他画的是2天前牧师看到的意象，我请他画，所以他画出来了。然后呢，那个小鸡的那个在哪里？哦，小鸡。我们看到那个他的影片，刚刚那个图片，这也是他画的，还有非常多他画的，有没有？跟那一张这个是一样啊？不一样吗？那是一个画家画，那是一个画家画的。OK， 好，好神是这样使用人，有时候超过你所明白的，但是只要绝对相信，阿们。好，我要访问一下他的妈妈哈，来正平，哇，你这一次投资还不小啊，真的是。那还有你的工作，是，所以你也请假是，所以牧师也想要知道一下，你用1分钟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你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花钱请假带2个小孩前往韩国，你的期待是什么？大家也知道哈，其实我去年去祷告山之前，那佑任他刚录取了大学，可是那时候他录取大学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跟我讲的就是妈妈，我已经完成你一直对我的期望，那你希望我来教会这么多年，我也都有听你的话，但是接下来我读大学之后，请你不要再管我了，我没有想要再去教会了。我内心真的是非常的痛苦，然后但是呢，我们就带着微笑去年去到祷告山，我就在坟山跟神说：主啊，救我，救我，救我的生命，救我的儿子，救我的孩子。我把这一切交给神。那我去年在祷告山有非常棒的领受，那你想要让谁知道呢？就是你的孩子。
所以在这1年里面，我不断的为我如何来带领这2个孩子去祷告山来祷告。那感谢神，祝福了我，让能够说服他们2个跟我一起去祷告山，你就可以得到这么大的荣耀。你要不要来试一下？你先去祷告山，你跟神所求的，也许你希望的是你的孩子可以来转向神，但你本身要付上代价，那个代价绝对是超乎所求所想。你的心中真的会充满了感谢，绝对的感谢。阿们。我问了右任，他说他要去韩国。我说你真的会去吗？他说我在嘉义的荣美教会，那些好多的青少年，他们都多想去啊，可是他们没有这个经费，而我妈妈愿意帮我出，我怎么可以不去呢？他说他想到其他孩子想去不能去，而他有机会他不去，那这样是最大的遗憾。是，所以他就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阿们吗？阿们。感谢主，上帝祝福这个家庭。接下来我们一起平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青少年的辅导，我是庭安。然后这次呢是我第1次参加访韩盛会，原本以为是我自己付上很多代价来去寻求神，但是其实最后我却发现，其实是上帝先在我的里面来动工。第1天晚上的开幕礼拜呢，是我们的郑福才牧师，他分享说，喜乐、祷告、感谢是生命的一个循环，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那句经文，喜乐、祷告、感谢是缺一不可的。那在这场信息的回应诗之后，当我第1次现场听到3000人一起很深切的呼喊主啊主啊主啊的时候，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验过的震撼。当这样大家呼喊的时候，上帝让我看见整个会场好像涌出一个很深很重很难的一种悲伤，就是当大家呼喊出来的时候，就好像镜子碎掉一样，啪的很大一声。我觉得我肚子里面还有我心里面那些所有的悲伤，就和现场所有的人都一起被上帝医治了一次。那在那个祷告之后呢，我的整个身体就有一种松下来的感觉。我知道是上帝他亲自触摸了我，在这趟旅程的一开始。那接下来每天的晨更祷告会，我们几乎都只有睡1天都只有睡2-3个小时，4点多天还黑的时候就去排队准备要进行晨更。那在晨更祷告会，我也不断经历圣灵的更新，然后我也看到异象，然后我也总是在敬拜和祷告当中流泪。这次访韩对我来说，我付上了金钱，我到现在在神学院工作了1年，大家都知道照劳基法那个年假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所以呢，我请了很多的年假，甚至包括我所有的年假应该都会用在教会的服事上，然后我也参与了禁食的代价。但是神很恩典，当中连嘉恩医生呢，他邀请30岁以下的人到台前祷告的时候，我感谢主啊，我竟然还在这个区间里。对，就是因为牧师就有说，去前面的人就是更靠近神嘛。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永光的人都在后面，都没有什么动啊。我就想说，那我就跟大家站在一起就好了。结果竟然有这个恩典，说要邀请30岁的以前到台前，我就头也不回的赶快去前面。对，然后我在前面祷告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感到非常的荣幸。然后上帝也使我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当时候我升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很想要出国，但是呢，上帝没有成就这件事情。但是当那天我跪在台前的时候，上帝让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哇，原来那个时候上帝的不成就是为了他这一次的成就。我非常的感谢可以跟教会的人一起到国外去领受恩典，就是信仰不是只在台湾的信仰，是全世界的人都有我们的家人。
所以上帝也感动我说，我要一生追求属天的事，然后呢，跟他一起建造更多的人，也让下一个世代可以一起来追求神。那这次的禁食呢，其实我也是非常的害怕，因为呢，我是非常喜欢吃东西的，常常在中餐正在吃的时候，我就在想我晚餐要吃什么。但是呢，上帝这次非常的奇妙的保守我，就是在这2天半的时间里面，我都没有一次饿到发抖，而且我很能够专心的听到、写笔记，然后敬拜来祷告。然后当中，我回来之后还有一个很棒的恩典，就是我回想在坟山上祷告看下去的那个画面，就是刚刚有一些照片大家也都有看到，我突然发现说，那个景色其实就是我一直以来进到跟上帝祷告隐秘处的那个场景，就是真的就是草原，然后还有一栋红房子。我回来之后我就觉得哇，好神奇，上帝真的太神奇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上帝应该是要带领我进入更深的祷告，并且也将韩国这样他们的教会的恩膏也分赐给我。然后之后到了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的时候，我看见很像演唱会出入般的人潮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我就像看见天堂一样，就是跟大家的感受都一样。然后我的另外一个感动是，原来我的属灵的家人真的可以这么多。因为我是第1代基督徒，在台湾的时候，有时候可能还是会觉得很孤单，但是在韩国那样子，然后看到这么多人都是基督徒，然后就觉得很感动。好的，我也不知道我会哭哈。我最大的领受就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只要看见一次的复兴而已，而是要愿意让上帝先在我们自己身上做工。然后诗篇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这一次我不只是知道神是美善的，我们都亲自的尝到他的恩典，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绝对的感谢神。跟旁边的人说，愿复兴不是只是我，等一下，再一次，愿复兴不只是我看见一次的风景。跟旁边人说，而是要从我的生命开始，将一切荣耀都归给神。阿们。感谢主，再一次的热烈掌声。这次去到韩国，谁会去？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被神呼召，然后验中的人，这是最有福气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那边的领受，而他们从那里的领受回到永光，他们没有独自把它私藏起来，到我们的面前，他再把他们的领受见证，就是再做一次。所以呢，我们也领受到这福分，阿们吗？所以他们得着的，我们也得着；他们的丰盛，我们也丰盛。阿们，感谢主。好，那顺着今天我们的访韩的见证，那牧师呢就问了圣灵：那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我要用什么样的主题来带领大家？其实这个都是跟神问出来的哈。好，所以呢，牧师今天的主题呢是运用在我们的以赛亚书的第6章第6到第8节，主题是主啊，我在这里。我们说主啊，我在这里。后面的点点点，请问是什么呢？那个让你自己填。主啊，我在这里，你给我饮料喝。主啊，我在这里，我缺钱。主啊，我在这里，你自己听完了之后，你自己来回应神。好，这是我们的访韩团，他们呢拿到证书，所以呢，他们在这一条路整个都是树荫底下，这条路叫做胜利路。所以我们的游览车呢一到就是来到这个地方。那牧师呢就住在这个胜利路这个山林的后面哈，所以我们距离大圣殿呢，我们都要走很远哈，走很远，因为我们住在那边。
刚刚右任呢，他提到他说他这次去呢非常的有福气，你知道吗？我们的所有的姐妹，请问你们几个人睡一间？30人睡一间呀，30人睡一间。然后呢，传道几个人睡一间？男传道16人睡一间，女传道呢18人睡一间。那右任你是几人睡一间？6人。然后你们都是用公共浴室，对不对？公共澡堂。那你们呢？6人一间，你们6个人用一间的浴室。哇，这个福分怎么会落到他们身上了？哇，我们好羡慕哦！你知道吗？即便我们当牧师参加了10几年、10几届了，根本没有享受到这一种的福利跟待遇。右任才第一次去还有谁也第一次？你们那一次，人邦也是，然后呢，健身也是，然后还有敏智，4个，我们永光就这4个男生，哇，他们去的时候竟然是独立的，还有独立的浴室。我看到我说，他们会不会排错房间啊？叫他们东西先不要拿出来，应该不会把他们排在独立，因为那个通常都是给牧师住的。结果呢，他们都把床铺好了，那个右任呢跟敏智就好舒服的躺在那个床上。我越看越不对，怎么会有这么好的机会呢？结果呢，后来他说，怎么又来了2个陌生的，来了2个弟兄，也是别的教会，就这样6个人就睡一间。哇，我们神这么尊荣他们，而且他们又第一次到，所以第一次到的都有特别的恩典。你看，都 VIP 耶！我们为神这样来尊荣他们，我们给他们掌声。然后呢，这个洗澡的时候是女生最麻烦的时候，对不对？大家都洗澡，然后都排队排很久呀。所以呢，这个健身呢，他老婆有来嘛，对不对？他说啊，那你丽丽，你要不要来我们房间洗呀？你知道吗？女生的宿舍到男生这个他们6人房这一边到女生宿舍，大概走路要走个8分钟吧。好，然后我们就是住在这一边。那团体的女生住在这一边，好，所以呢有一段路。那大圣殿就在这边，所以女生到大圣殿只要走3分钟就到了。那丽丽呢，心里面呢就很心动，哇，对啊，这个是排队洗澡要排这么久，所以呢，她有没有想要去健身那边洗澡？当然了，哇，丽丽呢心里面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呢我们豆豆就跟她讲，你没有听到吗？男生宿舍女生不能去。所以呢，丽丽呢就顺服了呀。所以呢，我们在那里呢，除了祷告敬拜，还有很多生活的趣味是好。那我们今天的牧师呢，就用这一篇。我们即便去到韩国之后，我们没有去韩国的，我们可不可以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阿们吗？当我们要去韩国决定这一个行程的时候，其实牧师一直心里面在想说，我应该不用去了，已经去了那么多届了，所以我就想说就让2个年轻的传道去就好了，我就留下来。教会忙，然后中会也忙，所以当我在祷告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2个异象。还没有去的时候，让我看到2个异象，一个是晶片的异象，这个晶片呢，我看到了，就像这个图一样，很多人祷告，在那里祷告，中间呢出现了祷告晶片。这个图就是我看见的意象，我请 AI 把它做出来。一个晶片呢可以传递信息，但是很多人祷告成为一个很多片的、很多枚的晶片的时候，它一连线起来就可以启动国家的复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第二个意象是赛车的维修站，赛车
当在赛车跑了好几圈之后，那个车要不要进场维修，要不要进站维修？要。当他进站维修的时候，许多工作人员就马上把轮胎拆下来，然后呢充气维修，然后加油，很快的再把轮胎装上去，然后呢车手呢马上又上路，又开始跑，而且呢一进维修站之后，他可以跑得更远，可以跑得更快，速度更快。这是我所看到的意象。那我看到这个意象，我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一直到我回来，我才慢慢明白。感谢主，让我选择去到今年持续的去到祷告山，在那里被神重新的恢复。所以我领受到，我这一次去，神要我去的目的是要恢复我，要恢复我。要重建我，给我力量。好，那我们看到祷告山的一个敬拜是这样，所以呢，李永勋牧师，中央纯福音教会的牧师，他说的要绝对的感谢，绝对的敬拜。我们说绝对的感谢。我们刚刚看到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没事做，然后去那里禁食祷告吗？不是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忙碌，但是他们放下。所以呢，即便他们放下去到那里，然后他们的心对于他们自己所没有办法完成、没有办法做的、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啊要服侍人的，暂时的休息，但是心里面却充满绝对的感谢。绝对的感谢指的是什么？没有其他太多的疑虑，完完全全的单一定睛在神。再来就是绝对的敬拜。什么是绝对的敬拜？我们有时候还会偷看一下别人有没有在注意我们有没有敬拜。然而神说，你单单的看到我，把你的心献给我，单单的敬拜。我们来看到这个3000人的敬拜神的这个景况，好不好？我们声音来，我们看到他们的喜乐跟释放，透过敬拜神来释放我们。所以在我们永光教会，我们也学习绝对的敬拜。哇，这个在家里是没有的母子的画面哦。哇，这是祷告山的3000人的敬拜哈。明年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也要有这个 VIP。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那我们去到了这个教会，然后我们第一站是在祷告山，在山上。然后呢，在山上7餐完之后呢，我们就下山到了哪里？汝矣岛纯福音教会。纯福音教会是世界第1大的教会。好，所以呢，去到那边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恩典。那他们在那里的祷告，那个祷告的声音就如同那众水的声音一样。好，我们安静下来，我们来听他们在礼拜中有一段时间是他们祷告的时间，他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祷告？我们来听一下。轰，那个声音都是祷告声。这里可以坐3万人，还有2楼，对不对？还有2楼，我们坐在1楼。好，在这个教会里面，为什么它会成为第1大的教会？牧师参加了十几届之后，后来我发现，这个教会之所以会成为世界第1大的教会，他们是靠什么建立起来的？是靠精英吗？他们是靠这些弟兄姐妹们的祷告，所以这个教会是靠祷告建立成为第1大的教会。好，这个就是他们的主堂的正门。那这个是要进去，所以他们有分了好几场的礼拜。那我们在那边等候，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等前面1场的人结束，疏散之后出来之后，然后他们退场。换我们进场。好，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礼拜完大家要回去的，他们是这么多人。好，所以呢
他们是好几场是这样子的哈。那排队进去的人都被挡在外围那边，等他们这边都完全退完之后，我们才进去，若不然就会塞在门口哈。所以呢，牧师呢就算了一下他们的光丝线呐，丝线的同工120位。丝线的同工120位，那他们接待呢，长老要来接待，执事要来接待呀，所以他们是非常非常的有秩序的。圣灵说，在他的里面就是有秩序的，阿们。圣灵在哪里，那里有自由，那里也有秩序。好，感谢主。所以呢，这是纯福音教会前面的，这是你们看到这个十字架上面，你们看到它像什么？它像什么？祷告的双手，有没有？祷告的双手中间呢是十字架，所以呢是靠着基督，站在基督，奉基督的名里边来祷告。因此这个教会当初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的教会会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教会。好，所以神透过我们到韩国去，其实神给我一个启示，他说这是你们的生命的一个循环。原来神也透过我们到韩国去充电重建，再去进到隐秘处，神也在跟我们永光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生命的循环。什么样的循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爱服侍的人，并且我们都热心的服侍。你的小组长是不是一个最棒的小组长？阿们吗？你的小组长是一个很棒的小组长，你掌声一下来。哈利路亚！是铁三角，非常棒的铁三角。每一个弟兄姐妹，不管你在哪一个位置，你都是最优质的，因为你的灵里面有从神了的爱。所以呢，我们很努力的服侍。然而服侍这个赛车跑会不会跑累？车子轮胎会不会爆掉？也会。所以呢，人没有办法再一直靠自己。当你服侍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继续硬跑下去，你就是靠着你的意志，但是意志不能够让你撑很久，所以你必须要服侍到一段时间，然后进到隐秘处，进到隐秘处几天的时间，让神完全来修复你。当我这一次到最后决定要到韩国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一定考虑要带什么电脑。我带电脑去要做什么？要工作，利用空档的时间，甚至在听讲道的时候，我就开始工作。圣灵说，我不要你带电脑，所以我就顺服，我就没有带电脑。我就好，那我去圣灵看你要怎么样服侍我。我去就是单单的让圣灵来服侍。所以呢，你必须要服侍完之后，然后你要进到隐秘处，跟旁边的跟他说，进到隐秘处。我们的教会不是要训练一个永远都不可以累的人，不是哦，你可以疲累。然后我们的教会要建造成为一个服侍疲累却可以快速恢复的地方。阿们。是，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小组长铁三角，为什么牧师要我们在祷告上面、导读，还有 RPG 小组的聚会跟礼拜的聚会，你知道吗？一周的工作，照顾小孩，然后呢，公司的同仁有时候又跟你合不来，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困扰着我们。有时候心里面、嘴巴上呢，不带着祝福，常常带着自我控诉，所以我们的生活不简单。然而神他却应许我们要给我们有一个快速恢复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教会。阿们。而我们到韩国去，那是一个更快速的地方。因此呢，跑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奔跑的人需要一个快速恢复的地方。阿们。高速奔跑的人，我们一起说，高速需要一个快速恢复的地方。感谢主，因此我们再重新出发，我们就可以跑得更远。是，所以呢，我们一次比一次承载的更多。晶片呢所带来的是承载，然而呢，赛车呢是奔跑的能力，对不对？哇，我们有晶片，晶片是一个承载，到底你可以承载多少？不是在于你，而是在于连结，在于祷告。你呢，每一天都在为了日子拼命，你能够奔跑多久？
奔跑不在于你，乃是在于神的力量。是，所以我们要进到隐秘处。所以呢，这次我们来到韩国，真的是神给牧师有一个8天的全然的休息。所以呢，牧师也刻意不再去联络地上的宗会的事情或教会的事情，太麻烦的事情，牧师都先安静下。我就是把自己献给神。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文是以赛亚。以赛亚他是一位先知。我们说以赛亚，先知呢指的是什么？先知是神特别拣选，给他有属神的话语领受，并且呢，先知透过他的口，所以上帝会说：“我要使用你的口。”我们说，上帝使用我的口，我们一起说来，上帝。我们的口是最常被使用的，因此呢，先知呢被神使用的就是他的口来为神发言，成为神的代言人。所以我们在导读进到以赛亚的时候，就看到以赛亚他所处的世代是在一个国家百姓不信耶和华、悖逆的时代，所以呢，神就拣选了以赛亚出来，透过他的口，你去传递我要给百姓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的口不只是代言，我们的口在希伯来文里边，你知道这个口还代表一个意思，这个口呢代表说你可以源源不绝的活水涌流。你的口，先知呢他使用他的口来代言，原文里面还讲说你可以永流不绝的流出来，活水永流不绝的流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渴慕你的口成为活水的口？阿们吗？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你的口是活水的口。是，所以呢，神他就让我们透过以赛亚，我们来认识到以赛亚他的信心跟我们这次去韩国有什么样的对照。在以赛亚第6章里面呢，以赛亚他6章第1节他就说，乌西雅王他驾崩，乌西雅王他驾崩。我请问你，以赛亚他是国家里面神所派的先知，这些的国王都要跟以赛亚有很多的连结，你知道吗？当这个国王驾崩的时候，如果是你，你的心情是如何？你的心情是如何？都没有感觉，哈哈。当乌西雅王他驾崩的时候，以赛亚他是难过的，他不晓得该怎么办，接下来国家该怎么办。但是神就马上让他不要只有看到地上的王过世，神就出现了一个画面，让他看到撒拉佛，看到神至圣的宝座，然后呢有撒拉佛在敬拜他，然后撒拉佛是天使。撒拉佛这名字呢，这个天使它可以叫做是火的天使，因为它是燃烧的天使，代表的是它充满了神的洁净的热情在它里面。他看到这个画面，天使在敬拜神。他本来为了这个乌西雅王过世，他很难过，但是神说：“你不要再为地上的王难过。”神就给他有一个新的能力、新的侍奉、新的力量。他看见了撒拉佛在服侍这位神。接着呢，撒拉佛呢，他就来到他的面前。飞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撒拉佛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拿了一个红炭，那个红炭呢是在祭坛里面烧红的。请问红炭烫不烫？这个天使做了什么样的事？他把那个红炭拿起来之后，用那个夹子把它夹起来之后，然后呢，在这个以赛亚的口上，就用那个红炭，就沾到他的嘴唇，然后撒拉佛就跟他说：“你的罪得洁净了。”这跟以赛亚到底他成为先知，这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以赛亚他过去都用自己的眼光看见自己，如今神要让他转换他的眼光。他说：“你的口不再是为自己而传说，你的口我要大大的使用你。”所以呢，
当我们要被神使用的时候，神会先洁净我们。阿们吗？我们的口污秽不干净，还有什么样的不干净在我们的口中？它还有代表，可能你常常说抱怨的哈，还有呢，你常常自我控诉，再来，你对神的信心不够啊，你嫌弃这个嫌弃那个，这个也是污秽的口。有时候讲那一些不好的话，三字经的话，有意无意从你的口中就跑出来了。所以你的口是一个心情的出口，也是一个是非善恶的一个出口。因此我们的口要成为神的出口，不要成为仇敌的出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不只是以赛亚需要让天使用红炭来沾他的口，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有神的红炭沾我们的口。阿们吗？来，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神的红炭沾你的口。沾我们的口代表的是什么？就是洁净。哈利路亚，就是洁净。所以我们到了韩国去，我们在那里不是就那边唱唱跳跳，很高兴，很快乐，很热闹。No， 我们去到那里，我们就是在那里透过敬拜祷告，我们要被洁净。因为一个不被洁净的人，你再大的敬拜，再多的祷告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去到那里，我们渴慕神先来洁净我们，就如同以赛亚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是的，当这个天使呢洁净他的时候，接着呢他又听到说，谁能够为我去？我要差遣谁呢？所以神就对以赛亚马上又发出一个声说，我要差遣人，谁肯为我们去呢？为我们，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经文？为我们呢？我们是指复数，就是在神国里边，是为神国在灵界里面神国的这一些神的掌权者。好，他说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他说我在这里。为什么以赛亚在这个时候他说我在这里？因为他被神洁净，他知道所有一切的预言发生的预言能力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神给他能力。因此他谦卑的俯伏在神的面前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们去到韩国的时候，他们在祷告之前一定会喊主啊，主啊，主啊。这主啊，主啊，主啊，为什么他们要呼喊主啊？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让耶稣成为他的君王，成为他的君王，他们在宣告主耶稣是我的君王，所以我心里面的这一些的世界的一切都不能够胜过我的君王，就是我的主。所以在祷告的里面，他们先设立一个君王的宝座，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喊三声主啊，主啊，主啊，开始祷告。弟兄姐妹，这就是跟神连结的一个紧密的关系，就像一个晶片一样。晶片呢，它可以运算，它呢可以接收，所以呢，晶片呢，它可以接收许多，而且可以传递。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当中，就像晶片的功能一样，要发挥出来。所以以赛亚他说：“我在这里，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指的不是空间地理位置啊，我在这里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人，不论是在这里或者是在这里，主啊，只要我在的地方，我都要跟你连接。重点，我在这里是因为主你也在这里，所以我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主啊，我在这里，那就看你怎么使用我吧，就看你怎么使用我吧。我没有我自己，我是属于神的，看你怎么样使用我吧。弟兄姐妹们，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愿意如此说？主啊，我在这里，我在这里，请你使用我，请你使用我。感谢主，主他差遣了我们，我们有没有回应他？我们有回应他。因此神他就透过
我们的回应，他使用我们。所以在我们的周报的大纲里面，他说神要先洁净我，所以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口都要被洁净。我们的小组长在小组里边也要鼓舞我们所有的组员，然后到他的家人，我们的口常常要读神的话，祷告。你在家里面就会成为一个洁净的出口，你的家都能够感受到。昨天豆豆牧师呢，他们出去玩，然后呢有 base 的就回应说，哇，跟你们出去玩一个很大的不同的感觉，就是你们的团体跟外面的团体很不一样，就觉得你们很温暖，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种很 peace 的氛围。弟兄姐妹，你有感受到吗？是那个 peace 的氛围，那个温暖从哪里来的？不是牧师制造的，不是旁边的人制造的，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有平安，以至于我们的平安就散发出平安的分赐出去。平安的分赐出去就是氛围，就是氛围。阿们吗？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坐在我的旁边，我很平安。阿们。是，所以天使呢，他们敬拜，绝对的敬拜。我们说绝对的敬拜。所以我们去参加韩国这个特会，我们不是为了去参加一个特会，我们去到那里乃是回到祭坛。去到韩国祷告山，我们乃是去回到祭坛上。阿们。所以当我们回到祭坛上的时候，就是绝对的敬拜，绝对的祷告，绝对的感受，也是绝对的感谢。所以呢，每一个人我们都要不要说啊，你们要复兴，你的教会要复兴。弟兄姐妹，你都不够属灵哦，组员你不够属，我比较属灵。No， 我们不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要绝对的领受，是让神感受到神先用火来烧我们。阿们吗？神先用火来烧我们，来洁净我们。当我被燃烧之后，我成为圣洁，别人就成为圣洁。阿们。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常常先磨练我们。所以如果你现在遇到让你很不愉快的事情，还有没有解决的事情，让你担忧的弟兄姐妹，你跟主说，主啊，也许环境还不能改变，但是主，你先洁净我，先洁净我。阿们吗？这是神他要做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成为祷告烈火的导火线。我们会回应说，主啊，我在这里。因此呢，我们去到韩国，去到那个祭坛，然后把那个火领受起来，并且呢，让那个圣火来洁净我们，而且让我们成为复兴的导火线。所以感谢主，以赛亚他从看见一直到听见主对他说，我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然后他有没有说话？他说了什么？主，我在这里，请。神他差遣我们，是不是因为神缺少能力？不是，神他在寻找的是一个愿意被差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愿意被差遣吗？阿们。是。所以在去年有弟兄姐妹说今年要去，但是今年呢，因为某一些的原因没有去。然而牧师要鼓舞我们弟兄姐妹，明年我们要再去，我们要回到那个祭坛，我们要在那里绝对的敬拜，绝对的领受，绝对的洁净，绝对的感谢。弟兄姐妹，也许你们会说啊，在教会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你今天有办法有机会读台大，你会不会去选台大？还是你去选其他的学校？你会选台大。如果有机会再念哈佛，你会不会想要去念哈佛？你会想。每一个人，这就是神赐给我们一个不同的层次，属灵的层次也是一样。在永光教会很好，在台湾可以得着，但是为什么在韩国我们要去到韩国？因为韩国他们从过去到现在，他们是祷告的教会。我们去学习，用一个谦卑的心去学习。如果你的体力可以，你的脚可以走路，你就可以去。所以呢，把这个目标定下来。像我们的右任，他学习但以理一天几次祷告？只有3次而已，所以弟兄姐妹，
他今天带回来分赐的是1天3次祷告，那只有他做，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做？每一个人可以做，这才叫分赐，不是他自己说爽的，那是要神透过他把这样的意象带回到我们的永光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刚刚牧师领受到的晶片的4个功能，在结论里面，晶片为什么神给我一个祷告的晶片呢？晶片第一个，它的功能是可以连接，对不对？可以连接，连接什么？晶片可以把不同的系统呢彼此连接起来。所以呢，在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我们跟神连接，就像晶片的功能一样。所以圣经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要藏在你们里面，常常在主的里面。因此这就是晶片的连接的功能，祷告就是连接。再来，晶片的第2个功能就是能够接收，晶片是接收讯号，对不对？我们祷告呢，我们也是在领受神的声音。所以呢，我们领受神的声音，领受神的心意跟方向，就像约翰福音他说的，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认识他，羊就跟随我。弟兄姐妹，我们像晶片一样是可以接收的，也像晶片一样，它是产生巨大的一个运算能力，把最大的资料把它转化，然后处理。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把问题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神改变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重新的被更新，让我们重新看见新的事情，有新的眼光。阿们吗？再来，晶片它是可以输出的，晶片它是可以输出的，把所有的讯号转化，然后带出极大的功能。所以呢，晶片呢一进到汽车，进到各样的设备，它就可以动起来。弟兄姐妹，我们的祷告乃是为了要让它活化，让它能够输出。所以我们的祷告可以产生实际的行动，带来宣教跟医治，还有复兴跟生命改变的能力。阿们。所以这一次我们去访韩，我们把祷告晶片概念带回来，我们把快速恢复赛车场进入维修站。所以我们快速奔跑的人都要有一个快速恢复的地方。明年我们一起再回到韩国去祷告山、牧园、祷告洞，我们去到那里，回到那个祭坛，领受神的火。阿们吗？你跟旁边人，你跟他宣告，你跟他宣告说，我明年要去韩国祷告山。有的人嘴巴闭得好紧哦。哎呀，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在考验我们对神的认识，绝对的认识跟感谢。当你现在愿意的时候，神就把你许多的事情挪开了。第一场那个丽丽她所做的见证，建生所做的见证，建生她的见证，她说他在去年开车的时候，然后他听到那个祷告山的直播敬拜，他心里面就有一个意念出来，我是要选择去祷告山祷告敬拜，还是选择在这里开计程车？那个声音一进来，他马上心里面就主啊，我要去祷告山祷告。果不其然，他今年他就到祷告山祷告。阿们吗？8天计程车不开，他人到祷告山去祷告。牧师看见神必加倍的补偿他这8天没有赚到的。阿们吗？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就开始祷告，明年要去。小组长们，小组长举手，小组长举手。为什么小组长的手都说是比较短？举高一点。来，大家看一下你旁边左右的小组长。哈利路亚！小组长，你服事非常的忠心，我们非常的棒。但是牧师也看到许多人服事已经没有力气了，我们需要进到隐秘处，需要回到隐秘处，回到祭坛来领受神给我们的复兴的火。从小组长开始，阿们吗？你就有力量来牧养你的羊群，并且你可以大大的分赐你所领受到的，那是加倍的恩典在你的组员的身上。上帝祝福我们，我们用这一首诗歌一起来回应神的爱。
我们一同起立来。我们大声绝对的来敬拜哦，一起来。哦，主，我要来敬拜你。单单眼睛想着耶稣，在你的宝座前。哦，主，我要来亲近你，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们用我们的手举起来，我们的手来。哦，主，我要来敬拜你，站立在你的宝座前。哦，主，我要来亲近你，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心。展开属天的翅膀，展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展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神的宝座在天上，请问我们是怎么样赞美他？我们会怎么样来赞美在宝座上的神？你的肢体是怎么样呢？主啊，你是荣美的。是弟兄姐妹们，老鹰的翅膀是怎么样啊？老鹰的翅膀，老鹰的翅膀，是，这是老鹰的翅膀。我们用老鹰的翅膀来赞美神，阿们吗？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这是神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可以绝对的敬拜在他的里面，哈利路亚！一起来。主，我要来敬拜你，站立在你的宝座前。哦，主，我要来亲近你，在你的面前，我献上我的心。展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展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更大的敬拜归给他。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展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刚刚我们的青少年分享的时候，他说在韩国看到这么多的人在敬拜，这么多的人排队要进去礼拜，这才是正常的。因为既然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的救恩，他的大能，为什么韩国是这样，而在台湾还没有呢？是，所以你看看你旁边还有没有空位置？弟兄姐妹们，那一个空位置就是一个灵魂，就是一个灵魂。我们要来祷告，我们求神让我们有像韩国他们这样渴慕人得救的那种的态度，好吗？我们跟神说，主啊，让我们愿意学习绝对的敬拜，绝对的复兴，阿们。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当我们喊三声主啊的时候，我们一同开口来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绝对复兴、绝对敬拜的心来献给神。我们喊三声主啊，1、2、3，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耶稣，谢谢你，哈利路亚，修的啦，哈利路亚，修的啦，下来啦，哈利路亚，修的啦，下来啦，哈利路亚，修的啦，哈利路亚，修的啦，下来啦，你的那巴嘎啦啦，哈利路亚，修的啦，下来啦，哈利路亚，修的啦，下来啦，哈利路亚，修的啦，哈利路亚，修的啦，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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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哈利路亚，主的感谢了，哈利路亚，主的感谢，哈利路亚，主的感谢了，哈利路亚，主的感谢了，给了哈利路亚，主的感谢了，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感谢了，哈利路亚，主的感谢，哈利路亚，主的感谢。我们请有穿那个紫色韩服的来到前面，紫色韩服的。好 ，OK， 弟兄姐妹们，我们去到韩国有看到他们为人祝福的样式，对不对？牧师，等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你们去为弟兄姐妹祝福。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祷告，因为你们从那里领受到那个祝福，所以要分赐出去。阿们吗？有没有这个勇气？阿们吗？好，当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眼睛闭起来，然后让他们来为我们来祝福的祷告。我们再来，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主。好，有些人从后面，有些人从前面。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感谢主，来，张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展开属天的。你们可以爬到椅子上面，鞋子脱下来，爬到椅子上面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带着信心，神就给你这样的权柄。哈利路亚，展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敞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堂，你的宝座在天上，你是我王。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哈利路亚，为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为我们的教会的复兴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啊，你的灵真是充满。主啊，在台湾的每一个教会都要被神你来复兴。主啊，我们自己在这里面，主，我们要先被你洁净。主啊，是你要洁净我们的教会。主啊，洁净我们所有的教会。主啊，洁净我们在你面前。主啊，倘若我们得罪神，主，你让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口，从我们的心里面完全的归向主。主啊，向你献上感谢。主耶稣，你赐下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从主而来得着那属神的话语。属神的能力，属神的恩典，谢谢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的恩典，哈利路亚，谢了啦。在天上，你是我王。最后一次来，展开属天的翅膀，我要飞到你身旁，冲破一切的惆怅，我要向你来歌唱，展开属天的翅膀。进入荣耀的天上，你是我。奉献是回应神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是安坐前，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神灵触摸，从心的灵，报答主恩，诚心所愿，甘心乐意，全心全意。所有都属你，恩上加恩，礼上加礼，分别为圣归于你。兄姐，请起立。
人上加，你上加力，分别为圣归于兄姐请坐。接下来是事工分享，我们请周牧师主持。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一年有几天？365天。如果把8天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话，好不好？好不好？这么小声，好不好？好的，明年就是我们一起访韩盛会了。对对对。牧师说这句话不是今天才讲，10几年前就讲。那10几年前我们的同工听了牧师的提醒，一年365天，8天分别为圣给神的话，生命会翻转。那你愿不愿意？如果用8天全然的浸泡在圣灵跟祷告里面，可以让你的生命、家庭，让你的一切都可以定睛于神的话，那是值得投资的。阿们。你跟隔壁说，访韩盛会是值得投资的。阿们。好，是的，好，所以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了哈。OK， 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以赛亚书第27章第6节，再一次来。将来雅各要扎根，以色列要发芽开花，他们的果实必充满世界。以赛亚书第27章第6节。那如果这一节导读，你要怎么导读？怎么宣读？会吗？预备，我们一起来哦，按着自己的感动来宣读了。预备，来。将来我要扎根，将来我要发芽开花，将来我的果实必充满世界。阿们，阿们。也可以用教会，对不对？我们用永光，好不好？预备，来。将来永光要扎根，永光要发芽开花，永光的果实必充满世界。阿们。哇，感谢主哈，这是极大的信心跟宣告。这就是我们宣读、导读里面的宣读非常重要的哈，感谢主。好，我们一起来关心教会。我们上个礼拜2预习牧区的出游有39位，有新朋友16位，我们感谢主哈。还有昨天礼拜6的豆豆牧区，他们出游有35位，Best 有13位，还有我们的央亲，昨天也是哈。有55位，有 Best 30位，哇！看来哈，每个年龄层不一样，对不对？看来那个刺激的好像比较有吸引力哈。但不管怎么样，我们所摆上的神必然祝福哈。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下礼拜的礼拜天下午1点。我们细胞小组的铁三角领袖的训练会，从陪跑到倍增2号，所以我们请同工来注意看。那在下礼拜的时候，我们今天聚会完以后我们会有集合来说明了哈。OK， 好，哇，撼动星球这个礼拜4就开始了哦，所以跟隔壁说，这个礼拜每一天都要为撼动星球祷告来。对，为整个营会的安排、天气、交通、人员以及我们预言服事的同工有69名哦，哈，他们领受的意向要给这些年轻人，这都带来了极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牧师要求了，要说要求好了，要求我们每一天都为我们年轻人的营会来祷告哈，这非常重要哈。好，谢谢。下个礼拜我们会召开信仰奖励金的审核会议，请我们委员也注意一下哈。好，那我们社区儿童5班、青少年5班跟星光学院都要开
开始来进行了。那请我们继续来关心这些社区儿童的事工，让我们所为他们铺陈的一切，都成为他们生命当中可以遇见神、领受福音、领受救恩非常的关键的事情哈。我们也期待我们在整个的团队里面更能够更注入更多的信心跟能力。我相信这都对他们来讲都是极大的祝福哈。OK， 那我们恭喜金榜题名的哦，有好多哦，这是高中的。那接下来是大学的，我们看哦，大学的也有这一些哈。我们自己来看就好哈。感谢主，神按着神给他们的恩赐，让他们在他们的学校里面，既是神所带领去的，必有神的恩典在那里，对不对？他们也带着使命哦，把信仰的这个福音也能够在他们的同侪、在老师当中能够呈现出来。我想这是神给我们到每一个地方都带着使命的一个意向、跟信心、跟能力的哈。感谢主。好，那今天下午我们的这个撼动星球总彩排以及领航员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请大家同工来注意，来准时出席。好，这个礼拜二有一个家庭的圣别祝福的礼拜，是在莺歌的地方哈。我们为这个顾慧娟姐妹的家，我们为他们来祷告。顾姐妹在当中吗？请她起立好不好 ？OK， 还有她的家人哈，弟弟哈，孩子，OK 好。我们礼拜二要到他们的家去哈你们背后祷告，那牧师要做圣别的一个礼拜，好，请坐。好，我们继续为明珠姐来祷告，求神安排一个最适当的，而且一个环境，并且让她有信心，相信她的生命、她的健康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也知道的有一些需要关心的，求神也让我们有感动，就为我们的肢体来祷告。大家带着信心的宣告是带有能力的，阿们。感谢主哈。OK， 好，这时候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彼此来祝福。有个好心情。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新朋友了哈。嘉义荣美教会的宇轩，他们的青少年牧区的区长，挥手一下。我们的右任区到嘉义读大学，都是他在照顾。好。这个区长呢规定右任一天要读圣经，要读5章，所以我们的右任呢，他生命就极大的转换更新，阿们。所以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于轩，好，他在我们当中。耶稣爱你啊，向左向右转。耶稣爱你，爱你，让他爱围绕你。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喜乐充满你，烦恼都忘记，每天好心情。感谢主哈周牧师呢，他韩国回来了，就身体咳嗽不舒服，好几位韩国回来也是这样，上帝都保守你们的健康。好，这个时候我们来领受祝福。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依靠你，上帝，你要把那属天的话语浇灌在我们的里面，
主，你要用那炭来洁净我们的口，从今以后，我们的口都要述说神你的大能，述说神你的救恩，好叫我们的口要成为这世界的祷告的晶片一样。主，你的圣灵继续充满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当中，引领我们的家、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儿女以及我们的学校，让他们认识福音，使我们台湾成为基督救恩的一个国家。谢谢主带领我们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赐福给我们，下个礼拜见，大家请坐。我们的小会长老，我们的小会长老，请马上到希望教室哈，长老到希望教室来集合。那我们服侍、预言服侍同工哈，预言服侍同工都集合。